所謂香港地少人多，鑑於社會上有好多人都好抵打，同時又有好多人想打鳩呢啲咁抵打嘅人，而為咗有效疏導香港人嘅怨氣，我哋 DLM 一於滿足大家嘅願望，歡迎嚟到 DLM 格鬥許願池第一集，學生大戰流馬車，隻揪唔好咁多爹。咁首先出場嘅係素人串串啊，嚟自新加坡嘅佢啦，揚言要透過拳腳為一眾受害者懲罰流馬車，就睇下佢會有啲咩表現啊！緊隨其後就有流馬車，為咗保護在場工作人員以及對手嘅安全啊，流馬車入場之前咧都要接受額外。你睇下我台做手機錢嗰啲，冇啲咩冇刀冇槍嗰啲，我最硬係應該我屋企。哦。根據網上資料啊，流馬車原名劉俊軒啊，曾經因為刑事恐嚇、非禮、打鬥等罪行而被拘捕及監禁。為咗確保簽約儀式順利進行，我哋 DLM 格鬥許願池亦都派出工作人員維持秩序啊。咁其實賽前流程咧就非常簡單啊。咁簽約過磅 face off 啊。咁其實見到流馬車今次嘅做磅都做得好靚啊，身形都見得下人啊。磅數係64.4公斤，唔該。流馬車都非常跳脫啊，暫時過磅嘅情況都非常順利啊，未有出現混亂嘅情況。今次嘅賽制會根據 Kickboxing 規例，3個回合，每回合2分鐘，回合與回合之間呢就有1分鐘嘅休息時間。而家就等我哋嚟睇下兩位拳手賽前呢就有啲咩想講啊。之前流馬車其實就有一啲風化案、非禮嘅案底啦，係聽過，有好多人都好想打佢。你係咪因為呢個原因都想代表咁多嘅香港市民去即係懲治呢啲咁嘅人？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就好似我 IG 嗰度寫住咧咩太天行道啊，係啊。有冇諗過第幾 round KO 佢？第二 round KO 係 100% 我會 KO 佢。流馬車點解上比賽咧？係咪因為之前坐監所以想洗底啊？其實我就冇話特別要想洗咩底，因為之前無論係一啲好嘅過去或者唔好嘅過去，咁都係我嘅過去，都係我人生嘅一部分。有好多嘅朋友啦，都即係留言就話我都想打流馬車，尤其是係因為你之前一啲性罪行嘅一啲嘅案底啦，咁佢哋都話好想打鑊你，明白？有冇啲説話想同佢哋講啊？就歡迎嘅呢個，大家我知道好多人都想打我，明白啊？我唔覺得自己抵死，我覺得啲人亦都冇資格喺度説三道四。之前冇錯，我係涉及啲風化嘅事件，亦都自己冇好好去處理同女仔嘅關係，自己係有問題嘅，亦都有錯，就去承擔呢個法律責任。即係你係習慣一啲群毆嘅賽制㗎咯喎，會唔會今次個賽制唔啱你打？即係1打1？暫時試咗1打1先啦。如果有機會主辦方可以搞個拳賽，我諗住1打10嘅，咁我就見一個洗一個，即係好似甄子丹葉問咁啊！我要打10個嚟啊！咁樣，最後想講一講就係溫馨提示啦，你哋嗰啲成日喺度廢噏冇用嘅，放馬過嚟。咁聽完兩位拳手嘅心情獨白之後咧，話咁快又嚟到 Fight Night 啊！咁不如聽下觀眾們有啲咩睇法先。我話預計希望有啲咩賽果啊嘛，撐邊個㗎？冇啊，超啊！想要看流馬車，睇到串串咧可以打柒流馬車，希望睇到串串睇天行道啦咁啊！呢場係一場野獸同埋技術嘅對決，客觀，冇錯，期待。事實上啊，有好多網民都質疑，到底流馬車咧會唔會好似上一次咁樣甩底，搞一輪又打唔成？的確，流馬車咧就從來唔會令大家失望嘅。喺比賽前早幾個鐘咧，我哋就見到佢喺網上面開始出 post， 話自己受傷啊，壓力好大啊，來世再做兄弟之類嘅言論。咁DLM 團隊亦都有同佢聯絡，佢亦都聲稱話自己隻手受傷啊，未好返，下世再做朋友。咁我哋咧都真係唔知點俾反應啊。不過好彩，流馬車都有尊重合約精神，最後咧都有出現喺賽場啊。諗住第幾 round 會落夠？second round，第二 round，係對自己好有信心。係，好，多謝晒。有人話咧入鐵籠咧係人最謙卑嘅一刻，咁即使網絡黐線佬咧準備入鐵籠之際，我哋都可以見到流馬車其實真係好緊張。
比賽啊即將開始啊，喺賽事之先啊，兩位拳手亦都協商，將原本每一回合之間1分鐘嘅休息時間呢延長至1分半鐘。到底係兩位擔心自己嘅體能不勝負荷啊，定係希望有充足嘅休息可以盡情互相傷害呢？咁啊，真係萬眾期待啊！加油許願池2-1，首先出場紅方嘅選手川川。你呢一間打咩嚟嘛？踢拳嚟 ，OK， 明白。踢拳嚟 ，OK， 明唔明白？聽我指示，唔好咬人啊 ，OK， 明唔明白？佢都唔會咬你嘅，放心。唔好打後腦，唔好打脊椎，膝頭先可以做呢度。總之我嗌 stop 就要暫停，我嗌 break 就要分開，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明唔明白？冇規爭，冇規爭，明唔明？明唔明？好，等一陣先。助更新，拳擊助更新。介紹呢一場嘅賽事，架構許願池。首先紅方嘅 corner 係挑戰者川川，俾啲掌聲。南方嘅選手 blue corner 溜馬車。經典時刻終於來臨啦，咁啊！拳精行師傅咁啊 ，kickbox 成例咁，即係拳腳膝冇爭啊！咁啊，唔准打後腦咁啊，終於嚟啦！溜馬姐終於就踏入擂台啦！咁睇下即係兩位嘅參加者有啲咩表現啦。好 ，D.M. 格鬥許願池。咁我亦都咧就邀請咗3個嚟自唔同界別嘅朋友咧去做呢一個拳證。咁一開始嘅時候咧，串串就一個嘅鐘數，咁兩個都好似冇乜拳喎，好似打錯賽制咁啊，打跆拳道喎。咁啊一個嘅左右頂樁嘅對決啊，咁啊好容易踢到下陰嘅。咁啊溜馬姐個左樁。咁你見到咧，即係兩個都不斷喺度踢啲 roundhouse kick 啊，咁但係就完全踢唔到任何嘢嘅。原來溜馬車突然之間因為轉身邊錘冇效，只見到溜馬車嗰啲手咧係咁啊一個幾好嘅閃避啊，咁啊串串踢嘅前腳都未必太控制到個距離。咁啊第一回合嘅初段就大家都係嘗試串串又做一啲喺度擰頭，但係又。你入咗啊！入咗腰啊！點解唔追啊？追啊！串串喂，追啊嘛！點解唔追啊？咁啊踢到嘅呢腳困腳好痛啊！喂，入咗腰喎。但係你見到阿溜馬車個人就攣攣地啊，咁啊入咗腰。串串就好似有少少係咪放水定係點樣咧？定係留前鬥後咧？咁你見到阿溜馬車好似目露凶光，但係好似冇乜特別嘅回應，咁啊立住隻腳，一個好奇怪嘅動作。咁啊，裁判警告啊，唔俾立腳嘅，尤其是你
立完應該係達噶嘛，你立完個背脊對住人咁係，好似係第二個意思啊。咁啊繼續踢腳啦，係一啲拳都冇嘅。咁第一回合嚟到中間嘅差唔多到尾聲添啊，都係一拳都冇出嘅。咁兩個就好似拳係咪秘密武器咧？咁兩個攬住，咁你見到阿 Rock 哥都睇到有少少牛牛地啊。咁啊第一回合結束啊。咁見到阿劉馬車都喘氣喘到好似有少少，你突然之間發覺啊，原來咧入擂台打交同街交唔同。咁啊，阿串串就冇乜汗㗎，咁啊做到好乾身嘅。咁但係即係街交咧同擂台交又唔同啊，街交可能打10秒就完㗎啦，因為有人拍片啊、警察到啊之類咁樣。但係咧你喺擂台咧，你要持續不斷係一個高強度嘅攻勢。咁啊，分半鐘嘅休息時間啊。咁你見到啊，劉馬車真係好難得有一個好專心嘅，我估佢人生未試過咁專心。冇乜 combo 係嘛咁長。我嘅教練啊，拳 Sir 啊，本身都係一個拳手嚟嘅。係。咁你見到劉馬車個樣好激勵喎。打晒手勢咁睇下第二回合有啲咩表現啦。咁但係咧就第一回合咧，我對於阿串串個表現咧 personal 就覺得有少少冧冧地啊，pose 多，不過動作就少啲，都係踢腳嘅多。咁啊，我去到而家都唔係太明點解阿串串咧就啱啱踢腳入腰入咗劉馬車咧就唔追啊。咁你見到啲觀眾都開始有少少鼓噪咯，我估。咁啊，第二回合即刻開始噶啦，踢拳例。咁啊，睇下第二 round 會唔會入到局啊？好，第二回合話串串又係做嗰啲，話劉馬車突然之間做一啲擾敵嘅動作啊，係非常之冇效啊！有用嘅，你擺個裝。好啊，咁第二回合正式開始啊！咁又係踢腳，嗱開始有啲拳啦。咁啊，劉馬車突然之間調轉咗個人啊，咁啊打到後腦。突然之間有一個佢望住鏡頭踢一個，哇！好奇怪啲動作，唔知係咩門派嘅。相信好啊，咁啊，仲想追落去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踢到下陰啊。冇問題嘅。咁啊，恒師傅咧即係拳證就出嚟分一分。咁比賽繼續啊！劉馬車又係唔望對手，係咪唔想見到對手嘅血啊？一個幾靚嘅閃避啊！劉馬車係咪見到一啲我哋觀眾見唔到嘅嘢咧？點解唔望對手咧？我諗都係仍然腳困腳啊，完全係冇咗拳嘅。咁唔知係策略定還是係兩個對於即係好啦，咁啊劉馬車又做一啲手部嘅一啲迷惑對手嘅動作。阿劉馬車好似有少少喘氣啊，咁啊串串都係相對輕鬆啲嘅。咁啊串串一輕鬆咧，大家留意到佢嗰個身體語言就係會擰頭喺度。咁但係輕鬆得嚟啦，阿串串大家都睇到好猛整啊，因為點解咧就？大家都想睇下劉馬車點樣俾人打，咁但係你又喺度擺 pose， 又係一個轉身邊裁。咁啊，兩個都係做緊啲唔係太有殺傷力，但係非常之嘥體能嘅動作，又係踢腳啊！咁啊，你已經聽到有啲嘅觀眾咧就話喂打拳啦，喂一個搲啊！咁但係你帶拳套搲啊冇用啊！開始有啲奇怪，開始真正劉馬車終於出現啦！咁啊，劉馬車啊，企到個身好側啊，呢個嘅後腳想追埋去，突然之間有一個嘅，我係語言已經唔能夠承載劉馬車呢一種嘅動作。咁啊，第二回合結束啊，見到劉馬車個樣好似有少少，佢嘅朋友啊，咁啊好似俾咗啲 tips，即係阿劉馬車就開始有少少打憤怒嘅狀態。你見到佢又開始掘住阿串串，有啲火藥味。點啊？緊張啊！佢又唔眨眼咁樣嘅，係咪？佢隻眼會唔會有少少澀咧？咁啊，
差唔多嚟到第3回合啊！咁我估呢一 round 咧，流馬車都應該好似唔係太聽到 Corner Man 講嘅嘢啦。咁但係就體能明顯下降。咁我估你都見到咧，畫面後面有啲人喺度做緊動作咧，大家都睇到好手舞足蹈啊咁啊！我哋朋友 Rock 哥啊，都睇到笑晒，我估佢都睇到啲猛整咁。你見到咧龍隔離啱啱嗰個咧就係阿流馬車嘅經理人，咁亦都咧見到我哋 DRM 其中一個嘅選手啊，最後冇事。咁啊，第3回合就即刻開始㗎啦。咁啊，後面見到咧就即係阿大馬中學生同埋阿肥高人啊，都係我哋 DRM 嘅運動員嚟嘅。咁始終今日嗰場比賽咧就即係 by invitation 啊，咁啊上到現場嘅觀眾咧就即係可能要睇翻 live 啊。你而家睇緊嘅係 DRM Cage Battle 嘅格鬥許願池 Volume 奧運啊。咁啊第3回合啊，咁啊睇下咧阿串串即係有冇佢又擰頭啦，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啲嘅攻勢咧可以即係攞翻個嘅優勢啊，因為即係暫時就咁睇落咧就打個平手嘅啫。好，咁啊串串開始有多啲拳，但係流馬車突然之間有啲好奇怪嘅向前揼嘅拳頭啊嚇！喂，流馬車係咪衝埋去想做個 take down 咧？咁但係 kickboxing 嚟係冇嘅。咁啊流馬車都打得好定，開始有一個左右踢腳，又開始有啲哇！呢個係搲緊呢個大聖劈掛嘅動作係咪貓兒洗臉？突然之間做啲嚇人嘅動作，我估流馬車將一啲街頭嘅格鬥咧擺咗上擂台，但係好似冇乜用。你見到佢開始個樣都開始猙獰啊，同埋嗰啲動作好似唔係太控制到，又耷低咗個頭，就將個後腦俾咗阿串串咁，但係串串嗰下就應該唔係刻意嘅，因為阿流馬車就耷低個頭。咁所以咧拳證都警告佢，咁埋阿流馬車都想衝埋佢，唔知係真定假戲定係點啦。係啦，開始多翻啲拳啦，咁你見到咧側邊嘅觀眾都睇得好肉緊。阿串串突然之間俾地心吸力影響到佢嘅表現，阿流馬車又衝埋去。好啊，咁啊再講多次啦 ，kickboxing 係冇剔單嘅，咁啊流馬車原來衝埋去想休息啫。咁啊串串就啱啱跣咗一腳。咁啊，其實咧第3回合已經嚟到尾聲啦。你見到流馬車係爆晒胎，咁但係咧啱啱都有一啲嘅攻勢嘅。而家加翻時啦 ，OK。咁啱啱鏡頭留意到流馬車應該係咪隻腳趾受傷啊？冇地板都 OK。知唔知道？係啦，佢就將啲攻勢擺喺隻眼度啊。好啦，咁啊比賽可以繼續嘅。但係咧都差唔多完結㗎啦，暫時就未見到有任何一方係見血嘅。好啊，咁啊突然之間流馬車有一個大錘，串串嗰啲拳咧就真係認真麻麻，我都睇到有啲猛震。突然之間咧衝咗埋去有一個糾纏。好，咁啊，阿劉師傅都即係恒師傅都好彩有經驗，兩個就攬住咗，可能即係體能下降就攬得好實。係咪都講緊秘密咧？咁啊，成功分開。我諗比賽繼續啊，差唔多嚟到尾聲啊。咁啊，又係腳困腳，咁啊，串串嗰啲拳真係認真麻麻啊！咁就再衝埋去，突然之間攞到個背。咦，咁啊，流馬車係咪咬緊阿串串啊？串串想揈佢喎，分唔開喎。好，咁啊，比賽結束啊！哇，係。嗱，流馬車癲起上嚟咧，都真係唔係講笑啊！兩位喺龍角糾纏嘅時候，流馬車竟然咬串串嘅手臂。事後問翻拳證嘅恒師傅咧，其實當刻佢就想終止比賽，因為素人還素人，體育精神都係好重要啊！但係一來救命鐘已經響起，二來串串打之前都表示打得流馬車都預計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啊，最好準備啊，最壞打算。串串嘅戰鬥精神絕對係值得 respect 嘅。咁啊，裁判們決定照原定嘅計劃，根據比賽當中兩位嘅技術、擊打嘅有效度、進取性以及犯規扣分嘅情況咧，以點數作出最後嘅裁決。裁判嘅結果已經喺我手上面，係2-1，南方城。嗱，比賽
結束啊，裁判以點數判定溜馬車贏出比賽嗱，絕非節目效果啊！兩位技術大家都有眼睇，真係比較入門。咁但係所謂一膽二力三功夫，我估溜馬車贏出嘅原因都係因為比較進取啊！真係打得唔錯嗰陣，屌你老味，認真練啦，認真練啦，我而家仲認真練啦，係啊！第一屆 DLM 格鬥許願池已經圓滿結束啊！假如你都想上台打人一鑊金，或者俾人打一身，記得 inbox 我哋。對於條片有啲咩意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純粹想食花生，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跟埋隔籬個鐘仔。Peace。